报名啊，该老师傅啊，咪骂人，咪打人甲啊。好夹个厨师的、护士的，迄冻苦的嘛。冻苦哦，该较做冻苦哦，真紧冻苦哦，该咪感谢叫啥又马又摩打啦哦，又马啦，养又成长的空间，养为俺家噶。你是一个精明的小孩，还是某案级？我还算精明听话识相哦。会读空气，其实哦，我对君悦饭店的时节啦，我报名人弟讲，他那时候是首屈一指，全台湾最好的饭店嘛。刚刚有很多凯悦，什么？那开始按照凯悦报名开始动3万，还有呢，我就是买一个单眼相机，随时每一道菜都拍起来，然后把它洗成相片，做成我自己的属于我自己的一个食谱。我是可惜哦，我没做客家菜哦，看做我唔晓那多一些，可惜系学，嘛个学书的时候，因为西餐，西餐开始，嘛个 ABC， 我板药我全部看celery 西芹 kale， 然后cabbage， 你们5星级饭店要讲英文？系啊，跟投手出来，跟为主厨出来外经验啊，外经验你到去讲法，也係講你湯係識去講乜嘅啊？你係你拿乜嘅東西不一樣，還講你連行買乜東西食材你要配起來啊？佢行嚟艱苦，你唔曉呢？佢拿刀喎啦，唔啲乜嘅食材啦，還講你學 English，my god，家上到是會講啊，報名啊，佢家咁學，開始慢慢呢，我對。凯悦饭店差不多12年，臨時是跳起來咧，